尊敬嘅貴賓、各位伙伴、各位朋友，歡迎嚟到 ACE Partner 年度頒獎晚宴 Moments of Glory。其實時間過得好快啦，一年一度我哋又嚟到我哋 ACE 嘅呢個晚宴嘅。咁我覺得今日呢個場合咧，係非常之好，大家可以聚埋一齊，好溫馨嘅一個場合，一齊嚟開始我哋呢一個新嘅一年。我為呢一個平台創造咗好多嘅機會，俾好多珍惜嘅人，一步一步去改變咗佢哋嘅人生。而呢一個行業係已經可以證明咗，佢係唔受經濟嘅影響，佢唔受疫情嘅影響，佢依然可以好穩健咁樣繼續發展落去。即使我哋已經有緣加入咗呢一個富貴嘅呢個大家庭，嚟到 ACE 嘅呢一個組織嘅話，我覺得每一位都可以真正嘅喺一個2026年俾自己同埋俾 ACE 一個承諾，無論幾富有都好，我今日喺呢個團隊，我覺得我希望我每個月都付出我需要去 achieve 嘅嗰個努力同埋高大。呢次 set 下一個目標，堅持去完成。而當你喺完成呢個目標嘅路上，你會發覺其實你真係可以做得到。